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2月2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8篇17节到20节，52节到55节。列王纪上卷第19章第9节到第18节。罗马书第11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慈爱。上帝是慈爱的上帝，但却有人说旧约的上帝是一个杀戮、残忍的上帝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们如果对圣经的真理不明白的时候，我们就非常容易误解，也容易被错误的引导、影响。例如列王纪上卷第19章15节到17节的经文这样说道：上主说，你从原路回到大马士革附近的旷野去，然后进城去高利哈薛做叙利亚王，高利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，又高利亚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接替你做先知。谁逃脱哈薛的刀，谁就会被耶户杀死；谁逃脱耶户的刀，谁就会被以利沙杀死。看起来，整个的事情看起来，好像上帝特别的设立了这个哈薛做以色列的王，耶户做以色列的王，然后哈薛是做叙利亚的王，然后又设立了先知以利沙，然后他们这3个人成为3点，变成一个屠杀以色列人的网罗。经文记载这些杀戮是事实，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2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是以色列人的恶，如同先知以利亚告诉上帝的。他在那里的一个山洞过夜，忽然上帝对他说话：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呢？以利亚回答：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啊，我一直专心爱你，但是以色列人民背弃了你与他们立的约，拆毁了你的祭坛，又杀了你所有的先知。现在只剩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杀我。第二件事情是，上帝将那些残害以色列先知、为恶作歹、敬拜偶像的以色列人，上帝惩罚他们之后呢，留下了7000人。圣经说：但我要在以色列人留下7000人，这些人都效忠我，没有跪拜过巴力，也没有亲吻过他的偶像。我们在谈赦免的时候，我们说赦免是用在有罪的人的身上，无罪的人是不需要赦免的，更不需要所谓的特赦。因此惩罚是必然的，但上帝却在人的悖逆当中赐下了他的恩慈。他只是要留存7000个未曾敬拜偶像
背离上帝的人而已吗？除此之外，上帝难道都不愿意赐下他的赦免吗？不能够放他们一马吗？根据创世纪第18章20节到33节的经文的记载，上帝回应了亚伯拉罕的恳求，他愿意赦免所多玛、蛾摩拉2个城的人，只要那其中有10个义人，上帝就不毁灭这城，但是却找不到。圣经说，最后亚伯拉罕说：“我的主啊，请你不要生气，容我再一次。如果只找到10个呢？”他回答：“即使有10个，我也不毁灭这城。”上主与亚伯拉罕说完话就走了。亚伯拉罕也回家去了。在以利亚的时期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？什么样的事情？到底情况如何呢？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他回答：“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呀，我一直专心爱你，但是以色列人民背弃了你与他们立的约，拆毁了你的祭坛，又杀了你所有的先知。现在只有剩我一人，他们还要杀我。”这些以色列人对于义人，对于上帝的仆人，却是真正的赶尽杀绝，连一个都不放过。这正是以利亚对上帝的控诉。虽然如此，上帝仍然愿意赐下他的慈爱，让以色列人能够得以存活。同样的，保罗在罗马书当中也这样对罗马教会的基督徒们提到。这样说，那么我要问，上帝弃绝了他的子民吗？当然没有。我自己也是一个以色列人，是亚伯拉罕的后代，属于便雅悯支族的。上帝没有弃绝他从远古就拣选了的子民。你们知道圣经记载，当以利亚向上帝控告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他们杀了你的先知，拆了你的祭坛，只剩我一个人，他们还想杀我。”上帝怎么回答他们呢？他说：“我为我自己留下7000人，他们都没有跪拜过假神巴力。现在的情形也是一样。上帝出于自己的恩典所拣选的人只剩下少数。上帝的拣选是出于恩典，而不是根据人的行为。如果是根据人的行为，所谓的恩典就不是真的恩典了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以为在福音书以后，特别我们看到保罗他是外邦宣教的使徒，许多人就会说：“哎呦，上帝弃绝了以色列人。”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。因为耶稣基督曾经说过，他来是为了要寻找失丧的人，不是为了要找健康的人或是义人。何况那些暂时迷失的选民以色列人，难道不也正是耶稣基督所说的失丧的人吗？诗篇78篇第17节到20节，50节到
52节到55节。可是他们仍继续得罪上帝，在旷野背叛至高者。他们故意试探上帝，索取他们所要的食物。他们冒犯上帝，说上帝能在旷野摆设筵席吗？他固然击打磐石，使水如泉源滚滚涌出，可是他能供给我们的粮食，为他的子民预备肉食吗？后来他向牧者领他自己的子民出来，引导他们经过旷野，他带领他们安全无惊无忧。他们的仇敌被海水淹没了。他带他们来到他的圣地，到他亲自征服的山。他在他子民面前赶走了异族，把土地分配给以色列各支族，把异族的家给了自己的子民。谢谢上帝赐给我们应许，保守赐福我们，不因为我们得罪你而离弃我们。谢谢主赐下慈爱的救恩，使我们能够得救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